地鐵站 Tier List 嘅 Part 2，大家敲咗碗好耐，依家就嚟啦。同上集一樣，站嘅排名高低，大致就係按每個站嘅方便程度同對乘客嘅友善程度斷定。今集我哋就係會 rank 埋剩低幾條線嘅站，分別就係觀塘線、南港島線、東鐵線同埋屯馬線。而頭先冇提及嘅線就代表上集已經講過，未睇嘅朋友就記得返去睇埋佢啦。事不宜遲，我哋馬上開始。打響頭炮嘅就係觀塘線嘅黃埔站，明白嘅，後起嘅站冇位起，但結果論嚟睇呢，就係得一個月台啊，咁啊仲要兩邊嘅大堂係分開添嘅，所以唔好意思。F 何文田起咗喺一個站起完我先知叫咩名嘅地方，傳說中嘅老龍坑啊，咁啊所以出口呢都係隔涉嘅，站位亦都好深，去何文田呢都要花啲腳程同埋時間，所以我係會俾 F 佢。石硤尾冇問題，冇特別，冇補充。B 九龍塘兩鐵轉乘嚟講，佢都算係咁嘅個方便程度，出口都極多，但個站嘅結構就有啲複雜。如果唔熟啲出入口，其實係有啲難揾嘅。同時東鐵嗰邊個月台就有啲危險，所以扣咗少少分。但係呢，都可以有 B tier 嘅。樂富唔夠出口，仲要全部喺晒一邊，所以 D 啊。黃大仙卡正喺當區嘅中心位，龍翔道兩邊都有出入口，咁啊水浸呢啲應該都冇下次啩，話咗百年一遇噶嘛，咁啊所以唔理佢啦呢個，咁我就會俾 A 佢。鑽石山當區嘅地勢複雜，但個站起出嚟都 OK， 咁啊兩鐵轉乘嚟做標準呢，轉線都唔錯嘅，咁啊同埋個站嗰啲鑽石花紋係真係靚。仲要廁所好乾淨，誒順口，咁啊我會俾 A 佢。彩虹出口都方便，中間多咗個月台呢，月台係對比其他站係窄咗，同時間呢，出口嗰啲扶手電梯呢就得單邊嘅啫，咁所以就算你嗰啲彩虹花紋好靚都好呢，我都係會俾 C 你嘅。九龍灣都明嘅，咁要配合埋個地鐵車廠嘅位置去起，就令到個站就淨係方便到德福花園嗰啲人啦嚇，即係自己物業，咁啊非常之 bad， 所以 D。牛頭角名同實際位置有出入啦，大家見到啊，牛頭角總站即係巴士嗰個，同牛頭角站係爭咗9丈遠嘅。不過淨係獨立個站嘅方便程度嚟睇呢，都 OK， 係個名有啲誤導啦，即係好似深長麗嗰堆咁樣，所以我會俾 C 佢。觀塘出口方便，但因為呢度係觀塘嘅關係，所以呢個將近50年嘅站呢，都成日爆煲，令到人好想講粗口嘅，所以我係會俾 C 佢。藍田雖然大部分人都會用到嘅 A 出口呢係好好行嘅一條通道咁樣嘅啫，但係個藍田站嘅站位呢都係棘棘地啊，要行都要行一陣，所以唔好意思啦，我會俾 D。好，咁而家就 rank 完呢個觀塘線啦，咁對比差唔多時期起嘅荃灣線啦，觀塘線啲站好似真係爭啲喎。啊哈，跟住就到南港島線啦，可以話係非常之特別嘅一條鐵路線啦。3卡嘅列車，自動駕駛，仲要全部列車呢就運晒喺港島，唔會去到其他地方嘅。咁啊，首先就係海怡半島，冇客務中心啦，而且月台好窄 ，A、B 出口都係得單邊電梯，而且月台電梯全部側晒一邊，所以我係會俾，唔好意思 D。利東雖然都係冇客務中心，但站位受到地勢限制，仍然可以做到兩全其美，又方便到鴨脷洲大街嘅人，亦可以方便到利東嘅居民，
打到當地啲巴士趴晒喺度，所以我係會俾 S 佢。黃竹坑不過不失啦，往深灣定係黃竹坑工業區返工都好，都係要行少少噶啦，所以打和啦 Super， 我會俾 C。海洋公園一落車打橫行就係海洋公園，個站都好靚啊，好有海洋嘅特色。要挑剔其實都只係想挑剔條鐵呢，成日一散場就打爆，不過就唔係好關個站事嘅。如果 overall 淨係評個站嘅話呢，其實我係會擺佢喺冇氣啦 A tier 啊。南港島線其實站嚟講真係算唔錯，只不過係班次疏落，列車又細格，所以搭咗幾次觀感都唔係咁好。不過站真係 OK 噶。不過跟住落嚟我要講嘅呢條鐵呢，站好唔好就真係有待商榷啦。就係東鐵線。首先羅湖個站就一般般啦。主要問題就係羅湖返香港嘅時候，就要喺個月台嗰度一路向前行，先至有位坐或者有位企咋。同埋呢，就係向左走向右走嗰個心理戰啊，即係搭早一班車定搭遲一班車嗰個心理戰呢，真係好鬼煩。每次去到嗰個位呢，你就要開始又喺度諗。不過就個站 overall 都普通，咁淨係得呢兩個位挑剔啫，所以我會俾 C tier 嘅。落馬洲其實除咗月台焗啲之外呢，其實其他嘢都還好，觀感上係會好過羅湖少少嘅。不過落馬洲就出名疏車噶啦，而且仲要月台焗呢，兩樣嘢係真係會疊加嘅，所以我係會俾 C tier，不過高過羅湖嘅。上水有得月台直接出閘呢，就幾時都係好事嚟嘅。但係個站位就真係好一般，即係例如去馬會道嗰邊呢，就真係要一啲腳程，同埋個站嗰啲站柱呢，係會好影響等車同埋上落車，所以我係會俾 C tier。粉嶺 C 出口係有得直出嘅，但個站位又係爭啲。即係佢同聯和墟又係隔咗啲距離啦，同時間又係有站柱嗰個問題，所以我都係會俾 C tier 佢。太和叫就叫太和站啦，所以佢就真係淨係方便到太和村嘅人嘅啫，所以不過不失啦，我會俾比較低嘅 B tier。大埔墟大埔嘅巴士咁好做，唔係冇原因。人口集中嘅地方同個站又係隔得好遠，而且我覺得呢個站嘅問題係會比上水啊、粉嶺嗰啲更甚，所以佢呢係會跌到落去 D tier。大學個站好醜啦，完全冇美學可言，仲要有啲位呢係冇瓦遮頭啊。嗱，Tier List 呢張圖呢就係冇瓦遮頭嗰啲位嚟嘅，再加埋個月台好彎，所以種種因素。我係要俾 D tier 佢。馬場嗱，我明嘅個站係真係好少用啦，但係冇電梯又好似係冇 lift 添嘅，咁啊真係 sad 咗啲，所以唔好意思，都係 D tier。火炭月台窄得緊要。個月台窄嘅程度就係有時地鐵站呢就會有啲黃格喺個月台嗰度，叫人呢就唔好企喺度啦，阻住人行前行後。火炭站嗰啲黃格呢係會吸晒成個月台嘅闊度咯，係咁窄咯。仲要個站位喺山上，但個月台就喺山腳，所以工業村行出嚟嗰啲人呢，就要先搭咗電梯上個站度先，再搭翻電梯落月台先上到車㗎。綜合以上嘅因素，我係會俾 D tier。火炭站。沙田去邊度都好，新城市嗰個出口呢，絕大多數時間都可以 take care 到你。個站隻紫色都好靚，上落月台都好方便，只係月台有啲位都係有少少窄咁解嘅啫，小問題。所以我係會俾 A tier。大圍出口多得緊要。
轉線嘅話，唔係同期落成嘅月台嚟講，都算係唔錯。而且我係好中意個大堂嘅設計呢，好空曠，好有大站嘅氣派，所以我係會俾 A tier 佢。旺角東比着係以前呢叫旺角車站，我係一定 D tier 佢噶啦。不過而家叫旺角東，咁佢又真係喺旺角嘅東面，咁我都冇咩挑剔。就算係行翻去旺角嘅市中心位呢，都算方便嘅，行嗰啲天橋。只係呢，大堂嗰度有啲擺設呢，好鬼有趣嘅個樣，唔知咩嚟嘅。不過都唔會影響到我嘅 ranking 嘅，所以我都係會俾 B tier 佢。紅磡轉線都方便嘅。但係個站嘅位置就好難服務到紅磡比較中心位嘅人啦，而且個站嘅結構又係有啲複雜，所以我係會俾 B tier 佢。會展個站啊深啲，有炸彈模，幾過癮嘅呢樣嘢。不過整體嚟講係一個不過不失嘅站嚟嘅，所以我係會擺佢喺 B。咁東鐵線就 rank 完啦，大家見到啦 ，CD tier 放題，咁屯馬線你要加油啦。跟住就到非常之精彩嘅屯馬線啦。首先就係屯門，屯門呢個地方實在係太大，所以個地鐵站唔係所有地方都 cover 到，其實都合理嘅。如果唔係啊，就唔使起個屯門南出嚟啦。但個站本身呢，其實都係 OK，所以我係會俾 B。兆康唔理個輕鐵站，其實個站就普普通通啦。兆康嘅話係個輕鐵站個設計好特別，但係地鐵站嗰度就普通一個站，所以都係會俾 B。天水圍同大埔墟站個 scenario 其實係一樣嘅，只係呢度有輕鐵啦，所以巴士都冇話可以太得逞。同埋因為有輕鐵，天水圍啲紅綠燈就出名等得耐嘅，間接都 nerf 咗巴士，但都無阻我將天水圍站放喺大埔墟站隔離。D。朗屏，點解元朗嘅巴士咁好做？就係因為人口集中嘅地方係大馬路。但朗屏同元朗都唔喺大馬路上面，不過近年都越嚟越多發展喺呢兩個地鐵站附近啦，咁所以佢哋個位置又未至於真係咁差嘅，同埋其實佢哋都唔係真係離大馬路咁遠嘅啫，所以兩個站我都會一齊就扣少少分啦，兩個其實都係 C tier。錦上路個站起咗之後就成為成個錦田啊、八鄉嘅中轉站啦。雖然本身係一個好 standard 嘅地鐵站嚟嘅啫，不過鄉郊地方有重鐵都係好事嚟嘅，所以我會擺佢喺比較高嘅 B tier。荃灣西個站嘅設計係幾靚嘅，我都幾中意，只係個地鐵站都比較深啦，同時間個結構都比較複雜。所以佢都係 B tier。柯士甸，我真係唔係好明點解唔叫官涌啊、渡船角啦。香港嘅傳統地名就係咁樣就慢慢消失。D 出口啲鋪啊，全部都冇開啦，成個死城咁。其他出口都係複雜同難揾嘅，所以唔好意思啦，我要俾 F。尖東。咁我睇翻我嘅 notes 就寫住啦，啟用時候有全球最長嘅全高式月台，咁係一個好特別嘅設定啦。同埋個站本身都係四通八達嘅，特別係嗰啲行人通道啦，可以令市民遠離地面龐大嘅人流，仲有得嘆冷氣，慳翻幾支紅綠燈位。所以尖東站絕對係 S tier。土瓜灣個站啊，照顧唔到下路嘅人啦，又用智能客務中心，仲要出口呢得單邊電梯咋，所以 D。宋皇台就係挖到古井嗰個站，
依家個站就充滿歷史同考古嘅氣息啦。就算九龍城有啲遠，但個 B2 出口同有出冇入嘅 B3 出口呢，都照顧到佢哋，所以我都可以俾 B tier 嘅。啟德啲出入口整得好靚，站位就落正喺新發展區嘅中間啦。站入邊呢，當然就有好多同飛機有關嘅展覽，令個站成個氛圍呢就更上一層樓。所以我係會俾 A tier。顯徑一個擁有大量環保元素嘅站，仲要攞埋獎添㗎。雖然得一個出入口，但以一個郊區地方嚟講，都算係夠用嘅，同埋一點都好過零啩。所以我係會俾 A tier。車公廟同大部分呢個站嘅用家都係隔咗成條馬路嘅，所以唔好意思啦，我要俾 C tier。沙田圍屯馬開通，沙越駁嘅巴士就即刻重創，站嘅位置優越就不在話下啦。但因為以前馬鐵呢就少啲車卡，所以成個月台就得2條電梯嘅啫。而跟住落嚟，我哋要睇嗰啲站，普遍都有呢個問題，要扣少少分。所以沙田圍我就會俾 B tier。第一城同沙田圍嘅狀況都係一樣嘅，都係站位優越，但因為電梯個問題要扣少少分，所以都係 B tier 嘅。石門同頭先兩個站情況都係一樣，所以唔多講啦。B tier。大水坑 A、B 出口都係同一個方向，仲要就係得呢兩個出口。如果呢度係旺角嘅話，呢兩個出口應該就變咗做 A1 同 A2 出口咁樣噶啦。而且繼續都係電梯嗰個問題，所以唔好意思啦，我要俾 D tier。恒安兩條電梯嘅擺位比較極端，不過出口都算 OK 嘅，所以我會俾 C tier。馬鞍山都係重複翻沙田圍嗰啲要點啦，但因為呢度係馬鞍山嚟嘅，人口都好稠密啦，所以兩條電梯嗰個問題係放大咗嘅，我會覺得，所以會扣多啲分，我會俾 C tier。最後就係烏溪沙，相信嚟到呢度大家都會估到我會擺佢喺咩 tier 噶啦，係啦，咪就係 B tier 咯。啲要點同頭先都係一樣噶啦，站位 OK， 電梯問題，所以 B tier。好，咁香港所有地鐵站就全數 rank 完啦。我係有稍微執過啲地鐵站嘅位嘅，不過其實分別都不大噶啦。同埋原本我擺咗佢哋喺咩 tier 呢？佢哋就維持翻喺嗰個 tier 噶啦，只不過啲前後嘅位置可能有少少調整咁解嘅啫。咁最終嘅 ranking 就喺呢度啦，俾大家望一望。就係咁啦，唔知大家點諗呢？不妨喺留言區話俾我知啦。今集時間又差唔多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。